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阿勇台语，我是阿勇。今日想要甲大家讨论白话字甲台语，拢是罗马字。教育部推荐台语，阿勇推荐白话字，是安怎？我来说明。爱会记哩哦，我咧讨论文字系统，毋是词典内底的拼音方案。你若毋知影拼音甲文字有啥物无共，先来看顶悬即块影片。原则上，白话字甲台语无遐尼侪差别。倒手边是白话字，正手边是台语。咱来一字一字看。第一，做甲错。有人讲教育部的做较标准，因为 TS 是国际音标内底的符号。毋过，我对即个看法有两个疑问。第一，我无听过任何自然人类的语言咧考虑国际音标来设计因的文字系统。国际音标是语言学者咧使用，毋是一般的百姓了解的物件。国际音标嘛有介这奇怪符号，你若甲台文写国际音标，看起来就安尼。我认为，互学者用就好。第二个疑问是一个较大的问题。白话字甲台语拢有倒甲拖即两个字，毋过甲做甲错加入去，教育部就有4个音字头拢是倒共一个字尔。白话字会分倒甲做，较无冲突，就较好认。看一篇台语的文章，感觉四界拢是倒。爱分辨倒甲做，搁较食力，真忝。搁有因为其他的语言，像英语也是西班牙语的 CH 爱念市，我想即个写法算正常的。第二个差别，益甲英，正确的音是益，毋是 A 嘛毋是 E。毋过台语有足侪音包含一个 E， 有 E 甲音，搁有益甲益。搁有益甲英，共一字3个无共音 ，A 加一个音尔，冲突过来啊！白话字有2个音写 E，2个音写 A， 较平均，较无冲突，安尼就较清楚，搁较好认。举一个例，1点钟煮清汤，你感觉倒一个文字系统较好认？第三，活甲话。这项较简单，这两个音是 O， 毋是 U。台语的活话的喙形无遐细、遐尖，爱较开一丝啦。教育部的有的迄个有，较亲像华语注音的有。台语甲华语无共音哦。第四，片音符号，足侪语言有片音，大部分会用一个特别的片音符号，因为片音毋是一个主音，嘛毋是一个母音。看到片音符号的时阵，爱甲原本的母音改做片音讲出来。有一寡语言像葡萄牙语会用一个 tilde 这个符号当做因的片音符号，细 n 嘛好。毋过我想两个 n 较无合理。绝对毋是一个注音，毋免讲2个注音吼。上尾第5，一个 O 还是2个 O？ 其实 O 甲 O 是2个接近的音。足侪咧用罗马字的语言，会甲即种啥物点、啥物尾的符号来区别接近的音，像德语的 O 甲 E， 共一字写2解，我感觉怪怪的，较无文字系统的概念。搁有因为白话字的 O 甲头拄仔的偏音符号较短，减少一个字母，规篇台文嘛较短，看起来较简单、较清气。白话字的做甲益比台语的做甲益嘛较圆一丝啦，较袂插目。即种小小的差别，对规个文字系统来讲有正大的利益。你若想要用白话字，也是台语，随在你。毋过，我会继续用白话字甲白话字，像我进前讲的
白话语是上简单、上实用的台语文字系统，绝对对学生、对台语有正大的利益。好，先安尼。你若感觉爱用台语袂歹，也是爱用有够缘投，请甲我斗相共一个吼，就是爱下几日下甲迄边市站电话阿久迄个梁仔哦，感谢努力。